分享觀眾朋友轉到次條國際嘅現場，然後新聞幕後嘅單元，我睇下來看咧，翁山書記呢場時間呢對咧羅興亞人嘅態度係較唔係正面回應嘅，甚至有人講佢係轉咧軍方去迫害咧到羅興亞人，講佢係動人血嘅。不過咧後背可能有到佢可能無法度講嘅事情，也到底係乜嘅呢？韓國嘅法律顧問也同搶救嘅法律顧問呢係受到暗殺，也帶來嘅影響係乜嘅呢？然後呢，今日請到嘅來賓係台師大嘅國際科學院嘅副教授楊崇勇，楊教授你好。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們想問一下，就是有關於就在前幾天的時候，翁山書記的法律顧問他是遭到了一個刺殺。那這樣子對我們這緬甸的民主化進程來講，老師你怎麼解讀這件事情它背後代表的一個動機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響？外電報道集中在他是一個穆斯林啊，那他這個在過去的時候也曾經批評過說，全民盟執政黨選舉的時候呢，沒有提名任何一個穆斯林。不過我想就是說，這個在新聞的解讀上面是有一點點偏失的重點啊。在緬甸本地的話，他其實是重要的這個全民盟的這個法律顧問，他自己是憲法專家，當然他也是一個職業律師。那我們都知道說，緬甸如果要進一步民主化的話，他必須要修憲。目前呢，軍方在沒有任何的這個，就是說沒有任何選票的情況下，就佔了1/4的這個席次啊。這種結構怎麼樣都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的這個結構。所以呢，不管是到底是哪一種解讀方式哈，那這個謀殺事件都會被認為說是很清楚的要破壞這個緬甸啊現在執政黨的信用跟能力。所以這個是一個，他解讀是一個政治謀殺。那看起來就是說，目前抓到這個兇手哈，他的確是被人家收買哈，蓄意的謀殺。所以這是一個政治謀殺，是毫無問題。老師，所以說這位律師的被謀殺，他們認為是政治謀殺。那是不是因為他長期支持這個，尤其是他穆斯林背景，加上他長期呢為這個羅興亞人發聲，然後甚至要修改所謂的軍方為主的這樣憲法？他的被謀殺的原因會是這樣子嗎？就是說，我剛剛解釋的那個意思是說，外電的那個報道哈，集中在跟羅興亞人的這個關係上面。是。但是呢，實際上就是說，在緬甸這個境內哈，就是這個是一個，就是說高層人士被蓄意謀殺，這個事件本身，而且就是說，這樣的謀殺事件在過去的緬甸是不曾發生過，是，所以這個是情況很特殊，我們必須要等待進一步的消息。那現在只知道有人交手謀殺，所以這個交手的人還沒有找到，還沒有辦法清查，所以我們大概也只能講到這裡。可是呢，比較重要的地方是說，這些因素都是因為讓緬甸現在的局勢更加增添它的複雜化。可是我們剛才提到說，就是羅興亞的問題，尤其是他可能未來會面對到一些翁山的政府會面對到一些挑戰吼，尤其是翁山書記，我們看他在上台前，甚至到這段時間，他對羅興亞的問題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於一個保守的態度，甚至不願正面回應，甚至有人說他默許軍方去那個逼害這群羅興亞，甚至造成一些種族清洗啦，但是他也是不承認這種是叫做種族清洗的罪。老師，那您怎麼看說這個曾經拿過諾貝爾獎的民主鬥士，他突然一上台之後態度丕變？現在那個西方的報道裡面對翁山書記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啊，那甚至就說有人指責他這個冷血啊，然後還有就說聯名來譴責他。不過呢，就說我們如果把這個事情放到那個緬甸的那個政治裡面來看啊，翁山書記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傳奇啊，變成緬甸的一個領導人物啊，最主要是說他的父親本身就是民族團結的象徵啊。那所以翁山書記他後來回到緬甸之後，其實他非常重視這個部分，他經常到各個少數民族地區去訪問啊，去演講啊。那麼他本身希望他自己是一個團結的象徵，在這個情況下，他實際上就是說不可能對羅興亞這個問題毫無感覺。但是呢，在目前他的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應該是說，目前羅興亞的問題並沒有放到緬甸的民族主義的這個進程上面。也就是說，緬甸它今天要成為一個國家
它最困难的地方是，缅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联邦，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占领的土地比缅族要大得多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形态。那怎么样让它能够团结统一变成一个国家，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是。那到目前为止呢，少数民族还拥有相当多的这个武装部队，也还有一些地方呢，他希望追求独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罗兴亚人从一开始就被这个缅甸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排在外面的。那如果他要特别替罗兴亚人讲话，会被认为跟缅甸的这个民族主义互相冲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会显得比较保守。所以说，他现在其实可能是为了要顾全以后缅甸民主化或者是民族统一的进程，他现在要不得不向军方做一些让步嘛？如果说是跟军方的关系来讲啊，目前就是说在缅甸的宪法上面的规定就是外交部长不那个国防部长啊，那个内政部长跟那个边防部长都是由军方人士担任，所以呢，这个就关于这个怎么去处理，就中央政府的层级来讲，其实并不是他能够管得到，是由军方来处理。那在这个情况下哈，那个就是他只能指派一个就是特别的委员会，但这个特别委员会呢，还是由军方的人士来担任啊。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就这个事务来讲啊，真正有关系的是诺开邦啊，由诺开邦当地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情况来影响跟决定。那有些就是说，就一个联邦国家来讲，中央政府也有鞭长莫及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说，可以知道说，像翁山书记他是可能有一个他的难言之隐在了吼。那我们回顾到历史来看的话，为什么包括像翁山书记，包括缅甸人，为什么会这么讨厌罗兴亚人，甚至说，他们在2014年规定说不能用罗兴亚这样的词汇，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件事情是说啊，就是我刚刚说过说。缅甸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它在1947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就是说少数民族都聚集在一起的这个会议，然后说要共同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呢建立这个联邦国家。在后来呢，最后成立了这个国家之后呢，它也定出了它的这个民族政策，全国有136个这个民族，在这个然后后来定了国基法，在这个过程里面，罗兴亚人都没有放在里面。而且呢，在国际，就是说在他们国内也没有使用过罗兴亚这个名词，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叫他是孟加拉人哈。那所以说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整个缅甸的那个法律架构是认为这是外来的非法移民。是的。可是他们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曾经有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呢？就说其实呢，就说在那个之前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啊。那个模糊的地方里面，就说但是就民族政策来讲，没有把他们列入过啊。就说他这个所谓的模糊地方是，就说曾经有规定过说，那什么样的人是叫缅甸人？就是你世代居住在缅甸这个境内。那问题是说，的确就是这个罗兴亚人过去就是住在这个缅甸境内其实也是住了，就是说就是好几个世代。但是问题是说那个地区呢，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边界的地方，就是跟孟加拉的边界。那不要忘记，就是说在英国殖民的那个时代，曾经有一度缅甸只是印度的一个省而已。所以那个边界其实也就是说也变化过。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其实缅甸并没有正式的去承认，罗兴亚人是一个住在缅甸境内的族群，他一直觉得他们是外来的、非法的。可是他既然是外来的、非法的，可是为什么会像佛教徒会，尤其是像那个比较激进的佛教团体，会认为他们根本就把我们当仇人这样子在看？是不是跟他们的就是当初在英国在殖民的时候？留下来的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当初呢，让这个罗兴亚人就是说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是就是说在英国那个时候的这个以夷制夷的这种做法利用少数民族分而治之。那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就发生了冲突了就是互相就有仇杀。
那对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佛教徒来讲，会觉得说这就是他们过去曾经被压迫的这个让他们被压迫，那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看成是殖民所留下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它等于是一个历史的遗绪嘛，然后呢导致现在的冲突的产生哦。是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它存在已久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缅甸的那个边界啊，其实它这个边界上面一直都有这个跨越边界的民族，不只是罗兴亚人，那其实跟辽国啦、跟泰国啦都有这种边界上的问题。但是呢，就说罗兴亚人这个问题呢，现在得到国际上特殊的瞩目哈，是因为就说这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因素介入之后复杂化了。首先是这个人口贩运的人介入之后那么就说把它当做一个生意来做，让罗兴亚人就说偷渡出来。然后偷渡出来，最早的时候他们偷渡只到那个泰国沿岸，那泰国人呢就说不愿意收他们，把他们又推回海上去。后来呢，因为当他们就是走得比较远，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跟印尼的时候，那因为马来西亚跟印尼都是穆斯林国家，他很难拒绝他们，所以就收容了他们。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说国际上就有特别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目前对这件事情，西方的媒体是特别偏重在这个罗兴亚人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报道，那么才让这个问题复杂化。现在已经让这个问题升高，变成东协跟联合国要处理的问题了。那但是呢，就说这个报道本身如果在缅甸境内来看，他经常会觉得说这个是西方媒体格外特别偏重这个问题那造成这样目前就是说内外差距很大的情形。好，谢谢老师哈。那个上半场呢，咱主要是关注到那个罗兴亚人做嘛头了，缅甸会受到唔受到反响哦，甚至讲会受到缅甸界跟本身界嘅排他。韩国嘅下半场呢，会继续来关注那个罗兴亚人会造成嘅动协，甚至係國際空界內調嘅反應同回響，等協看下，等大家過來關注。欢迎乡亲继续收听哦。上半场的人对俩缅甸嘅社会同历史嘅因素同内政嘅因素呢，来了解到羅興亞人嘅嘅處境。下半場呢，繼續來關注嘅是係嚟到羅興亞嘅難民，咪造成嚟了四位國家嘅另外一個新嘅難民問題，亦咁係未來嘅東協版難民危機嘛，繼續來做討論。老師，我們剛剛有提到說，你剛才提到說，這個羅興亞的問題可能會造成是東協的另外一個危機的爆發。那我們先不要來看東協，我們先來看，就是當初他們緬甸人稱羅興亞人是孟加拉的非法移民。那好像就是在前一陣子，就是孟加拉也跟緬甸方面也有一個針對這個羅興亞的問題有做討論。當然，孟加拉人甚至，可是我們要知道，孟加拉人他們不稱為那個羅興亞，叫羅興亞人，他們稱是就是從緬甸過去的人。那老師你怎麼看？對，就是說那個現在羅興亞的問題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這個關心跟注意，就是他們媒體上稱這個是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人。對，那因為呢，就是剛剛講過說，在緬甸稱他們叫孟加拉人，在孟加拉呢稱他們是緬甸的穆斯林。所以呢，並不認為說這些人呢，就說這個孟加拉有任何的義務去接受他們。不過我們坦白講句實在話如果你觀察這個緬甸跟孟加拉的問題，你會覺得說，正好這批人呢，他介於邊界。那麼孟加拉在過去有一段時間他自己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他那個就是就說他也的確沒有任何能力去處理這些問題。他自己曾經就說，在這個甚至就說現在的人口增加在這個1970年代那段期間是因為這個孟加拉鬧饑荒，所以就有一批人就又從這個又跑到了這個緬甸境內來了。所以對緬甸來講，他會覺得說，那這個明明就是後來跑過來的人你怎麼樣把它算到我頭上來？是。那現在呢，從國際的這個政治的角度來看羅興亞的
难民问题哈，慢慢的好像变成是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欧洲的这种中东难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大家会互踢皮球。那现在呢，孟加拉跟那个缅甸啊，也是互踢皮球的状况。虽然呢，表面上哈，那个缅甸已经派这个代表啊去这个孟加拉访问了。那访问了之后呢，双方都说啊，双方有诚意哈，要来再继续会谈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过看起来哈，目前都没有结构性的这种突破，就是说他还是只是把它暂时安置哈，打高空吗？然后就说都觉得是这个对方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想要处理它。那么孟加拉呢，甚至他有一个提议，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岛哈，可以让他安置这些难民。就那个岛其实是哈，涨潮的时候，水会淹掉的一个地方。所以等于说，即使是孟加拉，他就说孟加拉愿意出面哈，其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那个解决。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在吗？双方就是说，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哈，其实也都是一样，就是说这一批人哈，并没有就是说。并没有就是在哪个地方受到欢迎。是，如果说我们这样看，就是说他们当初往外逃的时候，当然现在就是说有些人就到印尼，有一些人到马来西亚。那你说跑到最远的哈，是跑到这个澳洲啊，澳洲是他们心目中觉得是移民的这个天堂。但是去到澳洲，你实际上到了澳洲的难民营哈。这个国际人权分子，包括澳洲的那个人权分子，到了他们的难民营，还是觉得说，其实澳洲对他们也不好，也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就是说空旷没有人的地方，暂时安置而已。那并不想要进一步真正去处理。澳洲也是要等待，国际怎么样来解决，以后来接收这批难民。老师，那除了你看这些，你说他是最不受欢迎的难民哦，那我们看到说，就是在东协里面跟那个罗兴亚是一样，是属于穆斯林的国家，马来西亚，它也是接收了不少罗兴亚难民，大概20万，然后最近这几个月又多了几万人过去哦。他们现在之前那个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还批评说，翁山书记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啊，你够了，你够了。那可是他们现在又针对这个罗兴亚，似乎有一个暂时的就业的方案。那你认为说这样子有办法有助于解决这些罗兴亚人的生活上的问题吗？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说这个罗兴亚人这个难民问题，现在变成是一个区域间大家共同面对的这个困境啊。那如果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碰到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的政策上是欢迎他们的话，那很多难民就会蜂拥而至。那么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马来西亚境内，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罗兴亚难民，其实就是因为他之前表示了这个欢迎的这个态度。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解读哈，马来西亚它政府的这个政策，其实呢，他现在目前呢安置方面呢，都还是请这个当地比较热心的这个非政府组织 NGO 去协助处理的，并不是政府真正出钱来协助的。那他也是要求，就是说这些 NGO 要想办法募款，用另外的钱来去支援他们。而且呢，他在他这个安置的过程里面，刚刚讲到说，给他们就说工作的训练啊，让他可以去什么地方去工作啦。但是呢，他讲到最后，他说呢，希望他们以后到第三国之后呢，能够有比较好的谋生技能。那都充分表示说，即使是穆斯林的国家哈，穆斯林全天下的穆斯林都是兄弟。但是呢，即使是兄弟呢，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去接收这些难民。那这个已经就说这么大一批的难民已经造成各国的负担了，所以大家都是就说口头上说欢迎，但实际上在处理的上来讲，并没有把它当作是就说真正自己要承担的问题。所以说，马来西亚这个方案也只是一个您有提过是暂时方案，是它不可能会是永久性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大规模的想要接受这批难民成为当地人啊。我们可以用，就以马来西亚，你就可以用马来西亚来做对比嘛啊。马来西亚在过去哈有大批的这个印尼人到了马来西亚工作，可是呢，马来西亚的政策就是欢迎他们，很快的给他们公民证。那你两个相对照，同样是穆斯林，其实是这是有差别的。那如果你说从泰国的角度也是一样，泰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个边境的难民就跑到这个泰国境内来。那有些人呢，泰国对他们就是比较礼遇，慢慢的就接受他们。可是罗兴亚人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任何的迹象
泰国会接受他们成为公民。老师，为什么会有同样都是穆斯林，同样都是对外来移民的一些态度，为什么罗兴亚人会特别的不受欢迎？是跟缅甸跟他们东协整个国家的架构有关系吗？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这个人口的这个问题了哈。然后就说目前呢，就说难民这件事情在目前国际的政治里面，当然把它当作是一个应该处理的问题。不过我们设想一个状况了哈，因为台湾自己也要通过一个难民法。现在目前已经在立法院的这个已经排在里面啊。假如有一天我们台湾也通过了那个难民法，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说，那我们也来承担国际义务，我们也来每年固定招收一定程度的这个那个罗兴亚的难民。那请问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也许在一部分的那个承担的情况下，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数量多到一个程度，可能就没办法承受了。所以我们设身处地这样想啊，难民问题对各国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那现在呢，问题只在于说，用什么样的国际架构呢，方便来处理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呢，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重要问题，那这个就是这个缅甸境内，它也成立了专门的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整个情况应该可以说是因为受到国际瞩目之后，有一个新的发展。只是这个新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造成各国的这个负担还没有看到结构性的，就是说找到一个方案能够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个还没有找到这个结构性的方案，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罗兴亚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缅甸跟四周国家的关系，甚至进一步冲击到整个东协结构？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缅甸境内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你会知道说，对于缅甸那个目前民主进程发展的大局，罗兴亚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边缘的一个课题。原因就是说，对缅甸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政府来讲，它到目前为止到今年4月就将满1年了。那大家都要检查他这个成绩，那他的成绩里面大概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到底能不能把缅甸的经济搞起来那么在过去呢，这个都是由军方控制的，怎么样把它转换出来？那更何况民主化跟民族团结，这个是目前就是说他面临最大的那个考验。那么现在在罗兴亚的这个问题上应该我相信对这个翁山书记的这个政府来讲，只要不出错就好了。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假设现在军方在这个翁山书记就是说背后虎视眈眈，那么今天如果要找一个事情让军方他有借口可以重新上台，那说不定罗兴亚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事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对这个问题是很谨慎的。那目前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是地方，就是说是联邦制的关系，是由地方政治来解决。那目前地方的执政党是这个阿拉干的这个民主党那他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所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外国的媒体报道其实并没有机会真正进入到那个内部去了解实际上内部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消息，很多都是就是他们透过新媒体所转送出来这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呢，到底真实性如何那大家也是存疑。总之，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确定的状态下，但是呢，已经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了。可是你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其实它不准任何媒体进去。但其实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联合国的这个李亮喜，他的那个特使有进去做了一个访视，去看了一遍。那这个报告也会在3月左右就会出来了。老师，那你怎么看这份报告，以及对未来罗兴亚人的展望？对，我想就是说，这个报告最有可能的情况，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各说各话。因为呢，缅甸自己本身呢，那个中央部会也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那由这个军方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就说他们调查的结果说，并没有外界所说的这个种族清洗的事件发生那这个就说可以看得出来，就说缅甸
内部的这个情况，他也把它当做是一个就是虽当做一个必须要处理，但是呢能够推诿尽量推诿的一个问题，也并没有真正就说诚心诚意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说，是不是到最后有可能呢？缅甸最后真正要有一个最终解决啊，我认为就是说必须要修到国际法。那国际法上让他修法，真正承认罗兴亚成为他的就说这个公民，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是说排在罗兴亚前面哈，还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包括华人在内，目前都还不是缅甸的公民。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解决。所以说，老师，你认为说这最后这个联合国的报告，其实它也不会有一定的拘束力哦，可能只是一个建议或是对，至少就是说他访问各个不同的人士，会有给他不同的那个意见。